嘛，那个里面的意思就是讲解一无所住就是空，然后耳生其心就是有，所以老子所讲的常有亦观其徼，常无亦观其妙，已经是同样的意思。那么常有跟常无，常住的有跟常住的无，无没有就是一无所住，那无所住就是真空，然后耳生其心就是妙有，有没有形象，常有没有形象，这样连得起来了吗？所以我们就了解这个圣人所传的证悟以后所传的结，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。那我们的真心佛性各位就是要了解，它是实以真空，又实以妙有，有没有形象，然后空中不空，就是真空妙有，所以用出一些语言的文字把它表达出来，也是要我们知道我们的佛性非常的奥妙，是玄之又玄，是众妙之门，所以我们对这个一定要了解。无所住呢，因为我们在凡尘，身体有形象，所以很容易住相。那我们都无所住不住了，不住才能够回归到佛性本体回来。那都不住了，又怕我们落入顽空，所以才接收耳生其心，生心不住，住生心，这个才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。所以那个耳生其心不是起心动念，是我们了了分明的知觉性。我们的那个知觉就是万念放下，一念不生，不是有一个放不下的吗？有没有？万念放下以后我们再怎么放怎么放，那个知觉性都在，那个知觉性就是佛性的本体，使我们认识我们那个佛性一个轮廓的最初开始下手的地方所在，是很参考刘方春讲师讲解，他是在讲《楞严经》